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过去有一句布袋戏台词，讲回忆未忘杀戮刀，往事情仇太如何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套作忆第4条。台语字典解说忆就是少年的意思，咱讲回忆。另外会记哩代志，咱讲是记忆。还有电脑用来藏资料的所在，就是记忆体。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音读作忆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记忆，意思就是心内对代志所有的印象。第二个词读作忆着，意思就是谈到啥希望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有一句话讲甲真水，讲食甜就爱一着咸。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讲食甜的滋味，都爱想到咸的气味。啊，那二句的意思就是讲过好日子，都爱会记哩记忆到辛苦的时。会使讲是苦劝人唔通忘本，嘛会使讲是苦劝人爱有危机意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业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